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6年1月6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72篇，以赛亚书60章第1节到第6节，马太福音第2章第1节到12节，以弗所书第3章第1节到12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主显。一般在教会界称主显节是用Epiphany 这个是希腊文，意思就是说，我们用英文来说叫做 manifest，意思呢就是 make known， 就是使知道啊。那我们的重点是让谁知道了哈？根据2个耶稣基督降生的故事记载，所指的应该是马太福音第2章第1节到12节。所指的东方术士，他们来敬拜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事情，远在东方两河流域，就是巴比伦帝国的这些关心的术士们，他们看见了启明星。在马太福音当中，其实并没有启明这2个字，只有星星的星哈。但是根据以赛亚书14章12节的经文，记载那颗星是晨星是明星，是光的使者。根据经文这也是希腊文的其实释义是所翻译的那翻译的意思就是 Hails follows 在拉丁文或是五家大译本里面的翻译呢，说它是 Lucifer 路西法那这个意思就是使者啦天使或是说光的使者晨星它比喻的其实是巴比伦王。后来神学家解释，这个路西弗是一个堕落的撒旦天使那圣经的原意其实讲一个金星，就是很亮的星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启示录22章16节提到耶稣基督，他是一个明亮的晨星，是在黑暗当中来照亮，使人有盼望的心。启明星其实就是上帝透过星星要来显明耶稣基督的救恩，成为世人的帮助。马太福音第2章的记载基本上并不太适用于圣诞节期当天或是之前的使用。按照时间序来看，这个经文的记载发生在耶稣基督降生之后约2年的时间所发生的。因此在教会节期里面，通通在这个圣诞节过后的隔年1月6号，作为纪念上帝救恩，接着耶稣基督降生向世人，特别我们讲外邦人显现的日子这个就是我们开始在讲的向谁来启示以赛亚书60章第1节到第6节提到了主的荣光，因为耶稣基督是世界的光，他将救恩的光照耀着世界，使所有在光中的人都得到了救恩。经文这样说道：耶路撒冷起来吧，像太阳发光，在上主的荣光照耀着你。看黑暗笼罩大地，阴暗遮蔽万民，但是上主的光照亮你，他的荣光要照亮在你的身上，万国要接近你的光，君王要被你的束光所吸引。举目观看你周围发生的事，你的同胞已经集合他们要回老家来了，你的儿子要从老远的地方回来，你的女儿要像婴儿一样被背着回来。你看见这一切就不禁要欣喜，你的心中会兴奋跳动。中海的那边金银滚滚而来，万国的财富不断地流入你手中。从米甸、以法
骆驼要成群结队而来。他们从示巴带来黄金和乳香，人民要颂赞上主的作为。与大家分享圣歌队在圣诞节赞美礼拜献诗的一个尾曲它的曲名或是这个里面的歌词就是以赛亚书60章的经文讲到起来发光为主走而写其他的经文就请弟兄姐妹自行来研读我们一起来读诗篇72篇。上帝啊，求你把公正教导君王，求你赐给王子你的公义，这样他就可以以正义治理你的子民，以公道对待被欺压的穷苦人。愿全国享受太平，愿全民共尝正义，愿君王以公平维护穷苦人，愿他救援贫乏无助的人，并打击欺压他们的人。只要太阳照射，月亮发光，愿你的子民永远敬拜你。愿君王像雨下在草原上，像甘霖滋润大地。愿他在位的日子正义伸张，在有月亮的岁月国泰民安。他的国王从海伸展到那海，从幼发拉底河到地的尽头，旷野的住民要在他的面前叩头，他的仇敌要扑倒降服于他。他施和群岛的君王要向他贡献礼物，示巴和西巴的王也要带来贡物。诸王要在他的面前下拜，万国要服侍他。他救援向他呼求的穷人，他帮助贫穷无助的人，他怜悯软弱贫寒的人，他拯救穷苦人的生命，他救他们脱离压迫和强暴，他看他们的生命为宝贵。愿王万岁！愿他得到示巴的金子，愿有人不断地替他祷告，愿上帝时常赐福他，愿土地盛产五谷，山林布满庄稼，收成跟黎巴嫩一样的丰富。愿城市人烟稠密，像野地滋生青草。愿他的名永垂不朽，愿他的声望如太阳长存。愿万国因他蒙福，愿万民为他祈福。要颂赞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唯有他成就奇妙的事，要永远颂赞他荣耀的名。愿他的荣光弥漫大地。阿们，阿们。耶西的儿子大卫的祷告结束。恳求主帮助我们可以看见光，愿意跟随光的脚步，并且领受光的呼召，成为光的使者，将福音来广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